品已獲歐洲共同體及美國 ASTM 認證。想知多啲，即打25771512或上 Pacific Medical 網頁睇下啦。近期國家統計局內地嘅數據，除咗 GDP 7.9%，一個好嘅增幅啊！恒指咧就已經突破咗今年嘅最高位啦，19161啦。其實你認為本週呢個後期仲會唔會突破到？有解釋過就點解港股會係即係出現咗一個少少嘅技術陷阱啦？分析上午市場動向，預測未來大市形勢。金利豐證券研究部董事黃德基先生，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點半，金利豐午間財經通訊準時為你帶嚟第一手財經資訊。太平山下事事關心，知無不言，言無不盡。Q 仔、季思傑、李家豪智取太平山。好啦，咁我哋翻返嚟第三節嘅智取太平山。頭先咧，即係講咗五區總辭，講咗兩節啦。咁我哋轉話題啦，講新疆嗰邊啊。所以即係頭先阿 Q 仔都講，其實呢單嘢都有關聯嘅，因為點解咧？就咁評論，即係事件啱唔啱就唔使講啦，係人都知嘅，即係是非太黑，即係太過即係黑白分明啦，係咪先？即係你淨係睇下，即係就算連嗰啲親中嘅黨派都要出嚟表態。當然咧，有啲我啱啱咁啱今晚搭車啊，聽到呢個商台陳淑莊客串做節目，咁啱問咗黃國健都講得激過一個田北辰。田北辰都模棱兩可，即係喂，其實講到是非個黑白色，即係你冇得駁清楚啦。就呢個新疆政府根本就係離晒譜啦，根本就係特區政府又冇吉事，即係而家啲人咧連你諗下就無線自己受害都係強烈抗議啫嘛。根本係人都應該係譴責啦，大佬係咪離晒譜？Q 仔啊，其實咧即係我可唔可以用一個咁嘅陰謀論嚟睇咧？就係民建聯咧而家作為建制派咧，今次事件咧其實咪焗住出嚟做下 show 咁啊要做 show，因為點解咧？如果你呢件事咁黑白分明，你都唔表態，都唔企喺香港人嗰邊，喂，你唔使撈都得啦。所以工聯會又好，民建聯又好，全部都要做即係做戲。但係佢哋忘記一樣嘢咧，嗱，我唔係話呢件事咁大件事，其實呢啲情況咧。即係大家有心理準備，由而家去到未來咧，我都係香港嘅問題咧，其實即係中國嘅問題。香港嘅民主其實咪即係中國嘅民主。即係大家經歷過6四咧，就會知道啦。即係其實將來有一天咧，即係香港同樣都要面對呢個問題嘅。即係新疆只不過係一個即係樣板嚟㗎嘛，四川係一個樣板啫嘛。即係新疆太過遠，梗係唔會影響到我哋。但係新疆咧，即係個問題嘅出現，就等於我哋早兩次有講過。就係即係袁劍講本書，即係完全即係講得非常之正確啦。就係你長期而家中共即係個經濟發展係以啲官僚集團嘅利益嘅最大化為依歸嘅，咁不斷喺地方裏邊。當然佢一個有民族矛盾嘅問題啦，但係你講四川啊，知道全部個情況差唔多一樣嘅，就係嗰啲即係當地統治官僚同本地居民嗰個矛盾啦。今次新嘅事件裏邊咧，你睇到疆獨就係好鬼死聰明嘅，但係應該記得咧，差唔多1個月前咧，
胡錦濤咧就係即係本來出訪緊啊，突然之間新疆出事咪翻咗去嘅，係啊係啊係啊蘇聯啦。之後咧亦都有一次咧，就係應該2-3個禮拜前嘅。事後先公佈翻，胡錦濤係落咗去新疆啦，成4-5日嘅，呢個係非常之少嘅，因為中央領導人通常到訪嘅地方係1-2日啫嘛，4-5日梗係開足會啦，即係新疆好大件事。但係點知佢一走啦，即刻出事啊！哇，證明啲疆獨咧就好鬼死聰明。佢今次嗰個城自由激戰咧，就完全係心理戰嚟啫嘛。係啊，即係用針吉呢樣嘢，針吉就可以死人哋，即係可以冇事，你唔知針啲咩落去啊嘛。即係可能係即係，唔係佢一直做恐慌，有啲人明明冇針到都以為自己搞到今次咧就係成個新疆亂曬大龍即係烏魯木齊，咁而出嚟即係不滿嗰啲咧，其實係漢族嘅群眾，即係搞集會就覺得政府保護唔到佢哋，所以個矛頭咪指向呢個王樂全咯。就係個 timing 攞命啊嘛，即係你正面疆獨係好鬼死成功咯，即係你用咗民眾矛盾，即係用少少力量咧搞到嗱，你睇到嗰啲群眾嘅鬥爭，即係呢即係新疆問題就係咁啦。但係其實如果新疆呢個問題處理得唔好啦，跟住就係全國都會出事喎。因為點解係人都知道咧？呢個王樂全咧就撈咗好耐嘅喺嗰度，即係新疆，即係有新疆人之稱，又係團派。即係呢個胡錦濤咧就係唔係胡錦濤係撐佢嘅。係啊。咁今日人哋叫落台咧，即係佢梗係唔會落台啦，但係都要揾兩個出嚟做代罪羔羊。反映到咧，其實喺個中央內部裏邊咧係矛盾係非常，即係佢都係政治局委員嚟嘅。係啊。王樂全。政治局常委裏邊咧，即係我諗係有黨內鬥爭係好嚴重。同埋你唔會咁喐到佢先啦。係啊，所以嗱，你唔好以為呢件事同香港冇關係，個關係喺邊度咧？我成日會覺得咧，即係由而家去到即係2012年咧，好多人就問我啊，你睇到邊個做特首啊？我覺得係香港邊個？而家你話邊一個有機會嗰啲咧，其實都係多餘嘅。即係阿唐黨又好，梁振英又好，或者葉劉又好，之類啲嘢，即係又好，即係。我都唔知邊個會係，但係我反而我係堅持一樣嘢就話，即係將來香港究竟邊個做咧？就你首先要睇下大陸2012年係邊個做。係啊，嗰個先最重要。當然而家表面上咧就好似揀咗主君習近平啦。但係都唔係100%嘅喎。你點知會唔會李克強後來居上啊？一個團派一個太子幫係咪先？係啊。當年嚟講咧，董建華冧台就因為江澤民冧咗啫嘛，所以我認為曾蔭權一定唔會冧嘅。如果曾蔭權冧咧，即係意味着咧胡錦濤就唔掂噶啦，捱唔到1-2噶啦，所以變咗你睇到即係中央即係中央裏面嘅變化，其實先決定翻香港調翻轉。所以睇王樂全嗰個都好過癮啊，就因為你可以聞到陣除。係啊，所以香港應該從呢件事件裏面咧，其實吸咗一個教訓。即係當然我哋梗係會聲援啲記者，即係維護新聞自由，即係嗰啲表面講啲嘢就唔使講啦，即係乜嘢全部都係咁講係咪？就算連即係上次即係質疑啲記者。即係自己攞嚟衰嘅文匯大公，今次都唔敢啦，都照報，即係報道翻。就算啲保皇黨報紙升到嗰啲都唔可以唔撐咧，如果咪遲咗一天。好似話今日全香港報紙係得份唔再做投資就係東方啊嘛，東方將你揸打150蚊，係好笑做頭版啊嘛，冇錯。喂，你即係唔係話黑心啊？即係如果有一天無端端東方嘅記者係俾人咁炮製嗰陣時候咧，我唔做佢唔出聲根本。係啊，有機會噶嘛呢個世界係咪先？因為如果大陸即係冇辦法管治得到啲地區裏邊咧，即係地區裏邊嗰種矛盾爆發，即係所以居民今次咧北京好鬼緊張啊！即係今日睇新聞報道都係咧，即係國慶就嚟啊嘛。而家6個京畿附近6個省咧聯防啊，又好似比上一次奧運仲緊張。我啱啱識個朋友咧，佢係做網嘅，即係做打網最近頻密翻大陸開會，佢啱啱翻落嚟話俾你，原來咧就檢查得好緊要，即係對佢哋網絡啲嘢，佢就爆咗樣嘅聽咧，可能香港好多人都唔知啊。佢話喺國務院咧，原來有一個即係機關咧，係將全國嘅網咧都有個總掣咧，就安咗喺嗰度。哇！咁搞嘢係啦，所以你啲網咧就係當然佢而家大陸好多網絡經濟就係檢查緊網絡嗰啲咁嘅即係信息啊，即係有啲邊啲違反邊啲違反穩定啊之類啲嘢咧，佢係喺度刪你。而家唔係添啊，仲有毒招啊！而家直情就如果你太過離譜咧，佢索性喺度刪個總掣，你個網咧就上唔到噶啦，半年之後先至話俾你聽，即係點解會停咗個網？喂，如果咁的話咧，嗰個網大鑊佢執緊噶嘛，即係如果你即係你嗰個網要靠廣告，半年上唔到網好難得，所以變咗嗰個控制得好緊要啊！本身即係睇到你大陸幾緊張，即係你諗下，你正常嚟講，見過60週年，如果全世界都冇一個國家會覺得會係好容易俾人哋去襲擊你啦。你諗下，雖然中國裏邊有啲民眾矛盾，有藏獨，有呢個即疆獨，但係我唔相信個力量足以